是装下囡仔大英雄战队。好，自我介绍你是。大家好，我是贾乐琪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子莹。大家好，我是贾杰恩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信。哇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你看到你那真优秀啦！我跟你讲，我最近你找一寡新的兴趣，亲像恁古术，这尔厉害。系啊，对啊，我还有在研究迄行棋啦，还有吼游泳的这个技术呢。啊，你敢有人会晓？我会晓棋，啊，你安怎行棋？我会晓游泳，你不会晓游泳？啊，你咧？我会晓游泳。安尼吼，咱以后吼，会使吼做伙交流，啊，因吼搁遮尔啊吼厉对啊，害你较接来大戏无？咱通啊都跳下海，啊，做伙游泳。嘛较拜托嘛，较拜托的尔，敢若拍鼓安尼行棋，这我嘛会晓啊！你甲看，我最近嘛有学啊，你甲我。下手，嘿，哎，嘿，哦，我唔是干那这样，我搁会晓游泳呢。啊，毋过咱你这大音无，逐工甲你算感觉淡薄仔神啊，所以想讲要找迄落探险队做伙说交一个朋友的，啊，互相交流。啊，请问是，亲像恁这兴趣是逐工拢爱练习的？有啊，我甲你讲，我逐工拢有练习，而且我练习的时阵哦，你敢有要听我的练习？莫搁插嘴啊！阮即马是咧问探险队。对哦。大黑，你较冷静的啊！我看你安尼面臭臭，你敢若咧食醋吼？什么？我食醋，你唔通黑白讲话，我哪有可能食醋？迄醋桶偌大你这根本就是食醋啊！其实哦，迄食醋啊，这哦足正常啊，无要紧，因为迄做代表你足要紧这个朋友。啊，你若是心情无好，你嘛当甲你的朋友讲啊，讲因为我看到你甲其他人说，我就是心情无好。啊，而且嘛建议咱的探险队，咱会当去培养一寡兴趣，啊，做伙学物件，啊，你就当加熟悉足侪朋友的。啊，而且要请问咱的探险队，啊，你若是看到你的朋友甲其他人足好的时阵，你是安怎调整家己的心情？我会弹钢琴，大钢琴哦，你嘛有钢琴哦。我会教阿公行棋，阿公行棋，这招袂歹。我会去讲上，去讲说。公省。哦，这拢是真好的方法啊。对，因为好朋友哦，毋是一个两个，咱会当吼甲搁较侪人做伙耍，而且吼，咱嘛会当甲大虾做伙做朋友啊。探险队员，恁敢愿意要甲我做朋友，甲我耍？好啊。哦，恁就好的呢。其实哦，我当初看恁拍鼓拍到足厉害，恁哦才华才艺遮尔济，其实恁足牛的呢。安尼哦，咱以后会当多多交流，好唔好？你啊，大虾安尼就对啊，其实真探险队真厉害，所以咱加交流，咱通甲因做好朋友，咱嘛是共款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准长，系。阮甲你嘛是好朋友，是今日就互阮摕补偿来学台语较会用的。好啦，我知啦，今日探险队这么优秀着，你有想要摕补偿无？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代家。什么？龙虎笋？咱身躯边定定看到生活用品，经过上挑的我，小动一个骹手，随便做好耍挑战。探险队，恁千万唔通看轻这的物啊！若是唔捌半项，可能就摕无保障哦。嘿嘿，准备接招！什么龙虎笋？做虾米？咱要来算啥呢？就是你摕到一个鸡龟啊，鸡龟爱放伫杯仔内底，甲分起来了，爱互队友看。就是这么简单。啊，几块通啊摕到一块大片，5块通啊摕一块大片，啊10块就通啊摕2块，了解哦？了解。我感觉第一关真重要，什么人通收水？举手者。啊对，你通收水。交流啊。交流吼，这2位通收水，迄气拢足饱的，所以派恁前2位安尼就对啊。好，敢有信心？有哦。好，到底通啊摕到几块大片咧？来哦，现在噶。本。来哦。哎呦，比较饱，来，请作答。手套对。我来看来。一位哦。哎呦。Endica 对。好。
哎，有老风的感觉哦。啊，我来听作答。汤掉。我，豆豆来哦。给我们无亏啊！阿温加油哦！开始。阿温，给几个分一个面拢红伊，来请作答。我。剃头啊！哎呦，牛啊！剃头啊！加油！请作答。小胖。哎好。五地啊！喷水哪里会喷？请作答。低调。有啊，好，安尼哦，时间够足济开始。哦。哎，伊可能分无啥起来，无啥时间。个老风啊，来，来，请作答。定抓机掉。哎，对，后一位。伊会无开，伊会无开。啦。好，来分到啦。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哎呦，不过来啦，加油不要啦。哎，我是不是就引导的啊？我是不是就引导的？我只有把就狂的。伊不袂起来，会使 pass 无？加油！好啊，你不了，请作答。米亚基掉。米亚基好来。来，请作答。果然你掉。过安尼吼。再来。好，跟差一点嘛。哎，伊来。来，请作答。水的头。这个老掉。来啊，过关吗？来，咱来复习一下，看到头先诶，起托啊，是你回答的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起托啊，你头先看哪会敢若想真久，还是你感觉伊是啥？我个当作伊是茶。求签哦。抽签。哦，你当作伊是茶。哦，伊是起托啊。啊，你那用起托啊，还是用规条迄，通较清洁的？剃头啊！哦，你用起托啊？对。啊，这是起线。起起线咱又差不多这长嘛。啊，七万呢？哦，开始签。起线。麻较麻烦了。对。啊，不过用起线会清落较清气。哦。好，来做题，通较摕2块大片。海鸥啊！好。灵感。好，再打起你哦。好，第一关2题奖摕去啊，后一关甲收起来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噶。有话做你讲，身为探险队员，开炮来弹海贼，若拍到硬的海贼，就有一摆做怪的机会。我就来看恁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，我伫遮祝福你，永远写袂掉。哦，哇哦，贵比啊来探险队，是。强摕2题去啊！我甲你讲，表示因台语练得真好，因拢有参与诶台语相关的一寡比赛，互因来介绍一下，恁参加什么款的比赛？龙头。演算，来安怎来摕到大片咧？2题1块大片，4题就2块大片。拢了解哦。了解。来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开始表啊吼！真正会使表啊！我跟你这有淡薄收关一拍袂着，哦，一个也要看，才是看几率耶。佮感觉较小寡，关小寡，较关小寡。哇！好，大，当讲都是会做。啊，不过讲实在，哎呦，这关。你不要伤过过来啊，我会惊啦。袂使瞄阮的本人的。啊，小关。伤过悬啊。瞄着本人是扣1分哦。可以。哎呦，到呀！来，请做句。我是台湾女性。对。好。后一位。开始啊！你出来啊！接近。啊，这强物啊！件呢？哎呀，有 bonus。什么字咧？大佬甲拼出来。哇，好细啊哈！IAM。差一点嘛。对调的全道面功能。到呀！因为我的功课写了啊，所以我会当食点心。好，一位哈，来，你啊！来，来，紧瞄。好，
加油加油加油！我那时候已经起来。哎，困去。当大，这大呢，唔好困咧。哎呦，哦，第一个你对啊。开始拿什么哇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哦。真正要无时间啊！好，等5秒了，莫收关咯哈。感觉这一切拢是妙有安排咧。这一球好。我升3年的时阵，交到足侪朋友。好对，来后一位进来。哦，来，好，开始。哇，你哇这顿啦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应甲点。因为我去餐厅的时阵，我就爱食高丽菜，所以我就伫餐厅点高丽菜来食。所以，你真正爱食高丽菜啊？无。那我讲你真正介意食的。哎呀，真正的。安尼几题？3题啊。还有一个 bonus。搁一个 bonus，哎呦。嘿啊。 3题，佮加上 bonus， 所以是2题啦，请题。来，铁剪刀笔，左手亮起来。时价个。好，再来。中庸。来大 Kitty。拜哦，黑冷地，谢谢呀，大家。哇，4片啊呢！优秀。还佫有一关，一定要甲收起来，准备接招，迎来看。选你无唔对，一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，恁有偌高选。探险队，甲恁问一个哦，恁之前敢有看过宋江丁的表演？有哦，哦，一个有三个无，啊，你是倒位看？迄个学校出去耍的时阵。啊，出去耍的时阵哦，哦，袂歹哦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会教姐姐要带恁去台南的一个所在，看遐小朋友因是安怎做宋江丁的练习，啊，佮因是安怎去保存这个当地文化技艺。艺术。对，这个艺术真高，就参照恁的古术，嘛是一个真好的技艺。对。啊，安怎来摕大片咧？一题就一题大片，2题拢对2题大片。了解哦。了解。好，咱做伙来甲看一个新的教。大家好，我是探险亲像行走卡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今仔日咱来到台南的资良国小，听讲这个囡仔拢会晓跳宋江丁哦。来看卖我今仔日敢会当来参与一个，行？老师，大家今仔就是咧练宋江丁嘛？无唔对啊！安尼我想要请问，啥物是宋江丁啊？宋江丁是一种武术，还有定型结合兵器及操演的一种阵头哦。伊内底有足多的兵器，毋过咱是对伊头旗，佮有相扑来带领规个迄个宋江丁，有白啊，佮有迄个西米棍，佮有三尾刀、双刀，遮多的兵器组成一个这阵头，嘿。老师为什么学校会想要让学生来学宋江丁啊？因为这会使让因身体较勇健，而且佫会使保护家己，会使熟悉咱在地传统的艺阵。我感觉爱让这种好的文化来继续传承下去。对。安真正就好的呢。袂歹袂歹。老师，我今仔日敢有机会来参与一个？当然会使啊。老师，我问恁一个问题，以我安尼头一遍学来讲，你感觉我安尼表现几分？我感觉6分。6分，总共是几分？10分。10分，所以我还有4分的进步空间。对，8分。8分。老师，我甲伊讲，我拄则安尼练几腿棍啊，就互我想到一句话，就是15支棍啊，双手夹。我就想要问小朋友，你敢知影这是啥物意思呢？是咧讲一个人想足侪办法要甲你骗？还是咧讲一个人歹称称的意思咧？我感觉是歹称称，歹称称，是一个人是要举15支棍啊？可能是咧甲你骗的啊。对，对啊。我一个。无啊，你袂使耳空轻啊，人叫你换就换。哦，
有证据啊！啊，那证据你倒来，你提出来我看卖，听看卖。你的证据，因为15支棍啊，若是用双手举的话，一支手就爱摕几支？摕摕几支？ 7支， 7支，啊，一支手爱摕8支，安尼的话可能是无就无斗做伙，无共款，所以是共骗的。对。敢安尼？哈？一支手就爱摕几支？摕摕几支？ 7支，啊，一支手爱摕8支，安尼的话可能是无就无斗做伙，无共款，所以是共骗的。对。敢安尼？哈？伤喊过。对啊嘞，竟然！因为15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支手摕7支，一支手摕8支。啊，因为棍啊，佫通啊当作拐啊，所以7拐8拐，就是要来甲你骗，用尽各种方法，就是要甲你骗的意思。哦，差一点仔就讲对啊，7拐8拐，唉，第一题叫恁摕去啊，袂要紧，啊，佫后一题较困难的，行来个。大家表现拢有够厉害，安尼我想要请问小朋友，你是练偌久啊？我对1年开始练到即马要升6年，要4天啊。 4天啊！安尼你练送钢琴，敢有互你啥物感受？练习的过程当中，足辛苦的。毋过去表演的时阵，听到观众朋友的抱仔声，就互我足欢喜的。我感觉最好，因为会当甲朋友伫遮练着感情，会当锻炼体力。真正足好的呢！而且我拄则安尼练嘛，感觉足感动，因为这是一个足传统的民俗，即马嘛有老师愿意安尼传承，啊小朋友嘛愿意安尼练。拄则的表演，我嘛家己感觉足有成就感的。安尼规工练送钢钉，就互我想到一个甲送钢钉有关的问题，要问大家哦。你敢知影倒一个甲送钢钉有关的禁忌是正确的？是一个表演的时阵，边仔的观众敢若查甫会当摸兵器，还是表演的人袂当甲兵器带来转涂骹呢？拄啊查甫甲查某拢有摕迄个武器啊，所以应该毋是第一个。安尼好第二个，我感觉是第2个。对啊，第2个。有真少看呀！恁的原因是啥？选第2个原因是啥？因为甲迄个武器带来转涂骹，我伫咧影片内底无看到，所以我感觉即个动作伊应该就是送钢钉的禁忌。好，啊，恁讲一个，恁的答案是？袂当转涂骹。啊好，敢安尼？我要甲因讲再会啊，先讲再会。再会，再会啦。哎呀，竟然去互恁摇着，其实是袂使转涂骹，因为这兵器吼，其实对因来讲是非常的神圣，因为伊出阵的时阵一定爱去过香，还是有神明有加持，所以你若去转涂骹，若无尊重神明，啊，佫会破坏到遐个兵器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。啊，咬啦，2题拢对啦，2块大片请摕。来摕着大片大小高粱出来。上近的去摕，上近的去摕。啊，无大片啊。你摕啥？先徛，好，来去一个。一个金做嘛，金做，来，这样来，安怎念？金做，好，来大起你。摕了了。够剩一个。够一题啦，会使倒落来吼。好，来吃。
来，请坐回去吼，摕到6块有欢喜无啦？欢喜。啊，不过无一定摕到保障哦。好，到底敢摕到咧？来个。哎呦，贵比爱探险队摕到6块大片，真厉害哦！请问一下，恁敢有想要耍位？无。就照安尼哦。对。哦，真合适哦。无，真大声，唱甲欢咧。一定爱过色桥，知无？好，到底来自贵比爱探险队摕到宝藏无？请背。摕袂到，摕袂到。班长，那就搞了。来，哇，木做7套米来送互你。咱这是木做的，你爱家己打，啊伊吼是音乐课啊，伊会家己唱歌哦。 12月的时阵都会当用到。今仔日有看到恁真厉害的技艺，来甲咱做一个交流，我感觉真好。啊，你今仔日家己来参与落来，心情啥款？我足欢喜的。欢喜啊，哦，真好。啊，落去你有啥物感想？我感觉我足欢喜，我学到足侪物件。下拄啊看影片，我知影迄句话是即个意思。哎呀，有记得啦，就认真的看，我认真落来啦，搁去摕物件互伊啦，无哎哟啦。 好啦，去摕金刚哥啦，去摕金刚哥啦，这真正bonus。今仔日心情特别欢喜呢。伊讲迄心情互咱感动啊，咱甲这个大项目用起来，就是这个上重要这个意义伫遮啦吼。来，你若是去继续讲落，阮村长会包一个红包互你啊。你俩讲要讲话怪啥？有啦，先这啦，先这。拍看。好啦，今仔日真正太欢喜啊，因为真正讲了真好，表现了真好，嘛真高兴。 甲咱做一个真好的交流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好。